嗰啲有濕氣重嘅朋友，你就望過嚟啦。我教你一個簡單又實用嘅方法。濕氣重雖然話唔係咩大病，但係各種問題嘅根源。長期俾濕氣困擾嘅人可以刷到呢條視頻嘅話，咁啊真係行大運啦。今日咧，我同大家分享一個祛濕嘅妙招。哪怕你10幾年嘅老濕氣啊，你堅持3日就可以睇到明顯嘅效果。呢個方法咧，嗰啲鋪頭係絕對唔會主動推薦俾你嘅，因為根本冇咩利潤可言。但係佢哋咧就自己就會偷偷咁用呢個方法祛濕。如果你想俾體內嗰啲濕氣啊一日比一日輕嘅話，一定要點讚收藏好呢條視頻。經常有人問我啊，點解自己濕氣會更重嘅？有啲人就話啦，因為佢經常食冷飲；有啲人咧就講經常捱夜。今日咧，我同大家講下濕氣重佢到底係點回事咧？其實濕氣重係你自己造成嘅，你啊要遠離呢幾件事。你再難都要忍住啊！如果你唔控制好，等到你落唔到床、行唔到路嘅時候咧，真係學都嚟唔切啦。濕氣重講到底咧，其實係因為我哋脾胃功能唔好，水濕之氣滯留喺體內，導致嗰啲邋遢嘢咧排唔出去啊。而且你單靠飲嗰啲祛濕湯啊，都只能係咁暫時祛濕，冇辦法將你體內嗰啲濕氣同埋垃圾徹底排出去。識得調理嘅人一劑咧就可以見效噶啦，唔識嘅人嘅話，你使幾多錢都冇用噶。自從我分享呢個方法之後，好多人都翻嚟話我知自己濕氣問題係好晒噶啦，從來都冇諗過，果然可以更輕鬆就解決。咁唔理你係手腳浮腫、肚腩肥肉一嚿嚿，定係口乾口苦口臭，經常瞓唔好覺，全身攰賴賴嘅，亦都唔理你30、40歲定係7老80，唔理你係3、5年定係10幾年嘅老濕氣，你都可以用呢個方法。佢啊堪稱係濕氣個黑星啊！你呢就去攞5支毛桃、茯苓、刺實、梔子、陳皮、大麥、虎橋，加埋炒過嘅赤小豆同埋薏仁一齊放入鍋邊，3碗水正煲成2碗水，你就可以飲噶啦。每日就煲一次，當茶咁樣去飲，一段時間之後，你就會知道佢有幾好噶啦。咁如果你唔想自己喐手搭配嘅話，你呢可以買呢種已經搭配好嘅復濕茶，佢真材實料嚟嘅，一小包獨立包裝啊，用滾水沖嚟飲特別之方便啊。有需要呢個復濕茶嘅朋友呢，可以點開個頭像，點個雙棒櫥窗落單買翻去飲起身啦，將身體嘅垃圾同埋濕氣啊全部都排乾淨佢。希望呢可以幫到大家吓。